大家好，喂，大家好。循道衛理聯合金禧小學聖樂匯演即將開始，大家準備好未呢？好，大家都好興奮啊！好，首先呢，我自我介紹先，我係今日嘅司儀，丹拿山循道學校徐遠碧校長。大家好，我係亞斯利衛理小學黃偉恒校長。現在呢，首先恭請我哋學校教育部部長余恩明牧師為我哋致歡迎詞，有請余牧師。好，各位同學早晨，好好反應啊，大家嚇。咁上嚟講幾句歡迎嘅説話啫。咁咧先歡迎各位今日嚟參加我哋呢個小學嘅聖樂匯演嚇。咁點解會有呢個聖樂匯演呢？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啦。因為咧我哋教會咧循道同埋衛理本來兩個同宗嘅教會咧喺香港咧聯合咗咧50年啦。咁我哋有個籌備委員會嘅點樣慶祝咁樣，其中有一項咧就佢哋希望咧我哋嘅社會服務機構啦，我哋所辦嘅學校咧，每一個同工、老師同埋學生咧都知道呢個嘅聯合金禧嘅大事，並且咧有一啲嘅參與。咁我自己咧就將呢一個嘅提議咧擺咗喺3個校監校長座談會裏邊。咁而以小學嘅校長校監座談會咧，反應最快、最熱切，同埋咧係最有咧貢獻。今日咧有呢個嘅聖樂嘅匯演嚇，咁咧好想喺呢度咧係多謝各位嘅校長校監咧，特別小學嘅咧喺呢度咧好多嘅協調，讓咧係整個嘅聖樂嘅匯演咧可以嚟到呢一度準備開始嚇。咁我想提2樣嘢嘅啫。今日呢個聖樂匯演咧並不是各位同學以往參加開嘅聖樂節啊或者音樂比賽。係一個咧，係我哋歌頌上帝，亦都係學習我哋教會咧10個核心信念裏邊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歌唱的教會嚇。咁循道衛理係一個好豐富喺聖樂嘅遺產啦，同埋咧係會祖及佢嘅細佬咧約翰同埋查理斯兩兄弟咧好多嘅聖詩嘅作品，特別喺當時嘅英國教會咧，佢哋面對好多唔同嘅階層嘅信徒啊，有啲讀得書多啲，有啲冇咁多咧，透過聖樂咧可以咧係傳福音，可以將呢個信仰咧介紹俾佢哋。所以咧，我哋嘅教會係一個歌唱教會咧，係一定㗎啦。而我哋其他各校啊，11間學校選唱嘅歌曲咧，都分別維係住我哋呢10個核心信念裏邊咧1個、2個或者3個嘅。咁我相信咧，每位嘅老師啦，我哋嘅校長咧，都喺學校裏邊咧係同大家咧係講解過我哋呢個核心信念同埋今日嘅目的。咁除咗唔係聖樂節，唔係音樂比賽咧，我希望各位同學咧一陣間咧都好享受今日咧可以聆聽其他10間學校嘅一個嘅重唱喎嚇。我哋平時好少機會咁樣坐埋一齊嘅。前1年我哋試過咧，小5嘅同學咧可以走埋一齊咧，係喺聖誕節之前咧有一個嘅佈道會。今日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讓11間學校嘅好有質素、平時訓練好有功力嘅一班嘅同學咧喺呢度嘅重唱。所以一陣間咧，其他10間學校咧除咗你諗住一陣點樣上嚟，一陣點樣去唱得好之外咧，你用一對嘅耳朵聆聽其他10間學校咧嘅同學咧，佢哋都同你一樣咧，用咗好多嘅心力去練習彩排嚟到呢度咧1次2次咁樣嚇。咁一陣間咧，我哋都用咁嘅心情去聆聽，並且咧係鼓勵佢哋。咁最後咧，我哋會有一個主題曲嘅嚇。我相信咧，每位同學咧喺學校裏邊咧都練習過㗎啦。一陣間咧，由我哋嘅會長啊，同埋我哋眾校監啊、校牧啊、我哋嘅助理校牧啊、宣教同工等等咧，會一齊上嚟咧，到佢哋唱翻俾大家聽，同大家一齊唱呢首嘅主題曲。好，咁我咧好希望今日各位享受之餘咧，預祝呢個
聖樂嘅頌唱會咧係成功進行，大家享受一個咧好豐盛嘅早上。交翻時間俾兩位我哋嘅校長司儀嚇，俾啲掌聲佢哋。好，唔該晒余牧師。今日真係一個好歡喜快樂嘅日子。正如余牧師所講，為咗慶祝50年前，即係1975年，香港循道公會同埋香港衛理公會聯合而成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我哋就特別舉辦咗今日嘅小學聖樂匯演。我哋邀請咗11間嘅小學一齊去參與。黃校長啊，你知唔知道今年嘅主題係乜嘢啊？梗係知道啦，今年嘅主題就係歌唱的教會。今日呢11間學校都會演出唔同嘅曲目，帶出循道衛理中10個核心嘅信念同埋傳統。其中一個呢，就係一個佈道運動。事不宜遲，我哋呢首先呢有請大埔循道衛理小學先出場。佢哋呢要獻唱嘅詩歌就係We Gather Together， 讓我哋呢齊來聚集，祈求呢聖父嘅福祉嚟到我哋當中。有請大埔循道衛理小學嘅同學同埋老師。齊來聚集呢首詩歌，除咗唱出尋求神旨意之外，仲期望眾弟兄姊妹能夠反省自己，求主親臨同在，真係一首美妙嘅詩歌。接着落嚟就係循道學校為我哋頌唱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呢首詩歌，帶出循道衛理中其中一個核心信念，
就係一間歌唱嘅教會，透過讚美大自然，表達對上帝創造嘅敬畏，並且鼓勵信徒通過歌唱嚟到去敬拜，讓更多人去認識上帝。呢一首詩歌係一首好美妙嘅詩歌，願意我哋一齊以掌聲去歡迎循道學校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好多謝循道學校嘅同學為我哋咧獻唱咗一首咁美麗嘅詩歌。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唔單止係一間歌唱嘅教會，更加咧強調深嘅一個宗教，我哋信奉。因此，丹拿山循道學校將會咧一陣間為大家獻唱一首詩歌，叫做《心曲》。希望藉住詩歌嚟到勉勵各位時常自我省察，喺世俗中保守己心，持守聖潔，為主作鹽作光，喺生命成長上邊對上主嘅恩典作負責任嘅回應。現在有請丹拿山循道學校嘅同學同埋老師為我哋獻上呢一首心曲，呢一首歌曲。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哋。
冇錯，我哋真係要保守我哋嘅心，因為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嘅果效係由心發出。此外，我哋更加要藉住祈禱，凡事交託。而主禱文就係主耶穌教導我哋點樣去祈禱，表明神係我哋嘅救主，係生命嘅主。而其中一個核心信念就係上主嘅救贖同人嘅生命係整全嘅。因此，我哋要尊主為聖，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屬主嘅。願主嘅旨意臨到。現在我哋有請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為我哋獻唱主禱文。有請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多謝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嘅同學同埋老師為我哋獻上一首咁耳熟能詳嘅詩歌。希望我哋謹記天父為我哋咧去帶俾我哋嘅一啲嘅教導，讓到我哋咧懇切去禱告，同埋同神有咧更深切嘅一個交流。徐校長啊，我想問咧，你知唔知道今年係北角衛理小學幾多歲生日啊？我當然知道啦，佢嗰個嘅慶典崇拜我都有參與啊。請問同學，你哋知唔知道北衛今年係幾多歲生日啊？哇，當然知道啦，係65歲啊！冇錯啦，今年呢正正就係北角衛理小學65週年嘅校慶，所以佢哋呢特意都創作咗《恩主同行》呢一首歌，感謝呢上帝一直以嚟呢嘅帶領，以恩光嚟到照亮咗北衛，靠着上帝嘅真理指引，實踐信望愛，培育豐盛嘅生命。呢個亦都表達出生命成長係對上主恩典作負責任嘅回應，呢一個核心嘅信念。現在我哋有請北角衛理小學嘅同學為我哋介紹同埋獻唱呢一首咁有意義嘅歌，叫做《恩主同行》。有請北角衛理小學。感恩有上帝嘅帶領，北角衛理小學迎接第65年。恩主同行係兩位校友特意為母校作曲同填詞嘅校慶主題曲。歌曲內容係感謝上帝65年對北衛嘅照顧，令同學有更好嘅學習環境。而家我哋會唱出呢首歌，讓大家同我哋一齊分享北衛呢一份恩典同喜悅啦！全是我父所創。
感謝主。不過衛理小學靠住上帝真理嘅指引，走過65個年頭，真係唔容易啊！我哋相信，好興奮啊！嗬，係啊，我哋要繼續咧去聆聽咧以下唔同嘅學校嘅歌曲喎。我哋相信咧，能夠靠住主耶穌，確實係生命嘅路徑。因為我哋嘅心能夠與上帝連結嘅話，我哋就可以隨時向上帝分享生命當中嘅困難同埋憂傷，從中得到上帝嘅溫暖同埋力量，並且對上主恩典作負責任嘅回應。現在有請阿斯里衛理小學為我哋獻唱最好的路徑。有請阿斯里衛理小學。
好多謝咧，阿斯利維利小學嘅同學咧，為我哋獻唱呢一首《最好的路徑》。現在好啦，我哋又準備咯喎。黃校長啊，你知唔知道呢？除咗北角衛理小學今年係65週年佢哋嘅校慶之外呢，仲有係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20歲嘅生日啦。係啊，因為咁呢，佢哋就特別為咗校慶呢，創作咗一首嘅詩歌，名叫《立石為記》。呢一首歌曲呢，係強調神嘅引領同埋恩典，呼應住核心信念中對心靈成長嘅重視同埋聖經嘅指導。歌詞中呢，係提到感恩、初心同埋團結，體現咗信徒之間嘅互助同埋關懷，彰顯咗包容同埋尊重嘅精神。現在我哋有請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為我哋獻唱呢一首咁特別嘅詩歌《立石為記》，我哋用掌聲去鼓勵佢哋。
冇錯，過去成就未來，相信主嘅恩典一直會帶領張巡去走下一里。我哋更加要感謝主嘅降生，我哋先至得着盼望，先至能夠喺昏暗當中睇到光芒。北角循道學校都會為我哋分享嘅詩歌係暮色昏暗中有光芒。歌曲講述耶穌基督嘅降生係為咗拯救世人，成就救恩。正如詩歌表達出其中一個核心價值，就係上主嘅救贖同人嘅生命係整合嘅。主係真光，引導世人擊破罪網，使我哋邁向成聖之路，亦都順利帶領北巡經歷60週年校慶。現在有請北角循道學校獻唱《暮色昏暗中有光芒》，有請北巡。黃校長啊，我知道咧，我哋屬會咧11間小學咧，都有不少學校咧，每年都有佢哋嘅主題金句同埋主題曲嘅喎。就好似我哋單循咁啊，我哋今年嘅主題曲咧就係單循喜樂小門徒。我哋咧係由老師自己譜曲同埋填詞嘅喎，並且咧譜上粵語、普通話同埋英文3個版本添啊！我哋亞小咧都有自己嘅主題曲嘅，就叫《讓愛看得見》，都係希望咧想小朋友將佢嘅愛咧係呈現出嚟，亦都係咧惠及身邊嘅人。
至於沙田循道衛理小學喺過去3年都揀咗3首詩歌，係配合翻課程同埋活動嘅主題。今日佢哋就會為我哋獻上3首主題詩歌，分別係腳印、活出愛同埋讚美孩子最喜樂。佢哋想藉住呢3首詩歌，表達彼此教導、互相勸誡，以感恩嘅心歌頌上帝嘅信息。亦都同樣表達緊其中一個核心嘅信念，就係一間歌唱嘅教會。現在我哋有請沙田循道衛理小學嘅同學為我哋獻唱呢3首咁有意思嘅詩歌。有請沙循嘅同學。
果然沙循嘅孩子最喜樂，我哋11間屬會能夠讀到循道衛理都係最喜樂嘅，係咪啊？俾啲掌聲嚟聽下先，係啦，好喜樂啊嚇！黃校長啊，眨下眼呢，又到咗我哋匯演嘅尾聲啦。我哋11間小學呢，無論校長啦、老師啦，同埋同學呢，都情如兄弟姊妹喎。你同唔同意啊？當然同意啦！我哋11間學校嘅校長呢，感情非常之好，成日都會交流或者互相關心嘅。係啊，我哋呢11間學校呢，真係好好㗎。好似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佢都想藉住 Shalom to you, my friend 呢首詩歌，讚美上帝嘅恩典。大家剛剛享受咗一場豐富嘅音樂盛宴啦，亦都表達咗馬小係一間歌唱嘅教會。但願眾人都得到上帝嘅平安。現在有請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為我哋獻唱 Shalom to you, my friend。請鼓掌。歌羅西書3章16節入面講到，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用詩篇、讚美詩、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誡，以感恩的心歌頌上帝。願你們平安。多謝咧馬鞍山循衛理小學嘅同學為我哋獻唱咗一首咁美麗嘅詩歌，真係咧到咗匯演嘅最後一首詩歌啦。頭先呢，我哋見到10間學校嘅同學同埋老師，佢哋嘅演出都係各具特色嘅。今日呢，最後一首嘅詩歌呢，就係由藍田循道衛理小學為大家獻上 A Clear Benediction。呢一首係一首為他人送上祝福嘅祝禱歌。
但願主嘅恩典係臨到今天參與呢一次匯演嘅每一個人身上。並希望以上嘅詩歌係能夠表達其中一個循道衛理中嘅核心嘅信念，就係彼此包容、互相尊重嘅大公精神。現在我哋有請藍田循道衛理小學為大家獻上今日匯演當中嘅最後一首詩歌《A Clear Benediction》。有請藍翔嘅同學。11間小學嘅獻唱正式完成。喺過去幾個月，真係好多謝在座嘅老師同埋指揮
同埋同學一齊為咗呢一個嘅聚會呢嚟到去練習咗好多嘅時間。請同學都為你嘅旁邊嘅老師同埋你嘅指揮俾啲掌聲，多謝佢哋好嗎？一個好精彩嘅演出。好，最後嘅環節，你哋唱完啦，就輪到我哋校長、校監們呢嚟到去重唱我哋呢個嘅本會聯合金禧嘅主題曲《靈女合一》。現在呢，我哋有請我哋嘅會長林津牧師、教育部部長余恩明牧師帶同我哋11位小學嘅校長、校監一齊上台嚟到重唱呢一首嘅主題曲，好嗎？好啦，我諗呢係最興奮嘅時候，係咪啊各位？咁呢，除咗我哋校長之外呢，我都想請呢係我哋所有嘅校監啦、校牧啦、助理校牧啦、我哋嘅宣教幹事啦、入校做福音工作嘅每一位教牧同工一齊上嚟，好唔好啊？為你的宣言，願委身改變，盡到齊心創建，求實踐創世先見，和平能遇見，領受聖靈，願同步每篇今天，願聽主恩言，來到你座前，尋覓成長蛻變，被你恩與愛差遣，歷練難避免，聽候聖靈應許定恩牽，同挽手同唱新歌，願屬一體不負荷，在世分歧可衝破，合一見證你恩典能驅險惡，共擘餅無畏險阻，齊實踐主愛活著。
向生，立志迎向窄路見天光。確信在永生主地，能跟主相見，凝望榮光冠冕，在世宣告你恩典，迷人能覓見，靠你勝利，又何懼變遷？共挽手齊奏海歌，願屬一體作父王，在世分歧已衝破，合一見證你恩典能驅險惡，共麥餅能勝險阻，祭殺千轉愛活咗，亂世中憑信跨過，以愛心共重生，定義迎向窄路見天光。各位同學唱得好唔好聽啊？唔見你哋拍手掌嘅？係啦，我知點解啦，因為你正話咧有部分未有唱好大聲，係咪啊？所以你唔知道要拍手掌。俾多次機會大家同我哋一齊唱多次好唔好啊？今次你哋要大聲啲唱噶咯喎，唱完之後要大力啲拍手掌噶咯喎，好唔好啊？嗱，咁我哋全部預備一齊唱呢一首我哋靈女合一嘅大會主題曲啊！過去為你的先意，願委身改變，盡到齊心創建，求實踐創世先見，和平能遇見，領受勝利，願同步每篇今天，願聽主恩言，來到你座前，尋覓成長蛻變，被你恩與愛差遣，歷練難避免，聽候勝利，應許定恩獻，共挽手同唱新歌，願屬一體不負和，
共創新，立志迎向窄路嘅天光。唱得好好啊！俾最大掌聲咧，你前後左右嘅同學啊，亦都俾我哋後邊嘅每一位教牧同工，我哋嘅校監，多謝大家一齊咧係共創呢個美好嘅明天嚇！請各位咧可以就座。好，我哋咧喺我哋眾校長、校監，我哋嘅校牧咧係一齊合唱呢一首主題曲之後咧，好似咧推到我哋嘅整個嘅聖樂匯演咧係最高潮，亦都係最後嘅部分啦。容許我咧有少少嘅時間咧講多謝同埋一啲嘅總結嘅説話嚇。咁首先咧係大家各位同學咧好好今日幫咗我哋一個好大嘅忙。因為咧，我哋原本預備咧12點先完嘅嚇，每一間學校咧有10分鐘。不過咧，我哋1個鐘頭多啲咧就完晒11間學校嘅重唱嚇，所以我哋有拉布嘅時間啦。包括咧，我哋冇預計嘅 toilet break 咧，去洗手間嘅時間咧，都係因為大家太合作啦，太準時咧係完成，所以咧我哋就會有一個 toilet break。嘗試咧係拉後啲嘅時間，因為我哋最早嚟嗰個校車，最遠嗰個校車咧都係12點先嚟到，咁啊而家11點半，咁大家咧要坐喺度咧多半個鐘頭先可以離開呢度噶咯喎嚇，所以咧我哋咧就有呢個咧係洗手間嘅時間啦，亦都有咧正話同大家再唱一次呢首主題曲嘅時間嚇。好啦，喂，未走住啊，各位同學坐低先嚇。咁我哋都要多謝好多人為我哋預備噶嘛，好唔好啊？各位老師咧，請維持秩序先啊！太快講咗咧，要離開啊！不過係仲有半個鐘頭先離開。咁我估咧，因為各個學校嘅老師啦，我哋嘅呢度嘅同工啦，俾我哋好多嘅幫助啦，包括係預早時間俾我哋開放嚟做一個彩排啦，咁所以咧成個嘅流程咧相當啲暢順啊嚇，咁咧冇一個嘅學校咧需要用上10分鐘，所以我哋有啲嘅時間剩。喺呢度咧，我都要咧先多謝咧係好多嘅幫手喺今次嘅小學聖樂嘅匯演嘅裏邊嘅嚇，包括咧
我咧讀出嚟嚇，咁我哋一次過咧喺最後嘅部分咧，先至去多謝拍手掌，多謝佢哋啦。我哋特別咧多謝今日預備場地，為我哋係好多嘅設備嘅安排等等嘅咧，有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嘅九龍堂啦，亦都有咧幫手我哋好多嘅接待嘅小學校長11位，並且咧佢哋之前好多嘅統籌。好多謝咧兩位嘅司儀啦，徐遠碧同埋黃偉恒校長嚇。咁並且咧係幫手接待嘅沙田循衛小學嘅3位嚇，包括咧係譚淑華副校長、姚煥助理校長同埋陳永彤老師，亦都咧喺呢度現場幫手好多嘅場內嘅協助嘅藍田循道衛理小學嘅蔡慧清副校長同埋何月華老師嚇。咁亦都有咧喺場內唔同單位合作幫手嘅咧，有北巡學校嘅譚碧儀主任同埋咧係蘇士文老師，亦都有我哋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嘅幾位嘅同工，包括梁日昌先生、謝卓芝女士、邱君慧女士同埋黃偉文先生，亦都咧係我哋意想不到嘅有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嘅老師咧、家長咧幫我哋整個嘅錄影同埋攝影。請全體咧俾啲掌聲，我正話講嘅每一位啊！如果冇你哋嘅幫手咧，今日整個嘅小學嘅聖樂匯演咧冇咁咧係暢順嘅。咁一息間咧，我哋會係進行一個大合照嘅，好唔好啊？各位同學，影一張相，歷史性嘅相片，亦都咧會喺我哋整個50週年嘅各項活動裏邊咧，都會咧係展示出嚟嘅呢一張嚇，咁我哋咧會有我哋嘅前邊咧，我哋可以褪開少少啊，中間嗰個位咧，阿會長咧係坐翻過去，副會長坐翻過去咧。後邊如果有散落咗喺唔同嘅地方嘅教牧同工咧，或者係咧都可以咧上嚟第一行坐，或者第二行咧，我哋坐滿頭嗰3行嘅位嚇。咁影完呢張大合照之後呢，就我會請咧會長上嚟有幾句嘅説話，同埋咧係祝福我哋嚇。好嚇，後邊嗰啲咧請行上嚟，我第一行啊。好，各位早晨，我哋準備影大合照咯喎，先望下高處嘅相機，預備，1、2、3，笑，耶！哇，好多好靚嘅動作喎！聽完咁多美妙嘅歌曲，我哋嚟一張準備 A B C D E 就 E 耐少少啦，預備 A B C D E。好。不如我哋俾個心心啊！難得我哋一個50週年，我哋俾一個心心。好，我哋攝錄機 roll 機，我哋相機預備，好預備 A B C D E。非常好，多謝大家。啊，係喎，不如我哋做埋個50啊！見到會長咧，林牧師咧有個50。好，我哋一齊咧做個50。邊隻手好咧？我哋睇下。跟翻個牌，好啊好啊！我哋右手係5，右手係5，係右手邊5，左手邊咧做個0。
好，我哋又嚟咯噃，我哋數1、2、3、4、5，你不如一齊講50兩個字好冇啊？咁我哋有少少動感。好，我哋繼續，導演又 OK 啦。好，預備1、2、3。OK， 哇！導演話好靚啊，多謝大家 ，thank you， 唔該晒。OK， 好，最後呢，我哋要有祈禱嘅時間喎。好，靜一靜先。平時係點樣祈禱㗎？大家好，準備好未呢？我哋頭先呢唱咗咁多咁好嘅詩歌，咁呢就都係獻俾我哋嘅天父上帝嘅嚇。咁而家呢，我哋都一齊同心祈禱啦。我哋祈求上帝呢繼續嘅帶領我哋賜福俾我哋與我哋同在嘅，我哋一齊同心低頭禱告。親愛嘅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你讓我哋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可以喺香港創辦呢好多咁好嘅學校，又俾我哋呢有好可愛嘅同學仔、同學們佢哋呢係可以喺呢一個咁多充滿愛同埋真理嘅地方接受教育，我哋呢都感到非常之嘅開心。今日呢，我哋難得11間嘅小學喺呢一度共聚，我哋呢一齊透過詩歌去到歌頌你。我哋多謝你俾我哋呢好多嘅老師同學們，佢哋呢花咗好多嘅時間心機去到彩排去到鍛鍊。今日呢都聽到好美妙嘅歌聲，令到我哋大家呢都係好快樂。我哋呢都求主幫助啦，讓我哋更加懂得點樣呢去彼此欣賞睇到呢，其實你俾我哋好多喺世上面嘅一切都係好美好好值得我哋呢去欣賞同埋呢去慶賀嘅。我哋呢又求主幫助我哋每一個人因為你知道呢，詩歌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就係讓我哋能夠更加記得你自己嘅真理，你自己嘅説話，就讓我哋呢所唱嘅詩歌都放喺我哋嘅心裏邊，讓我哋日後無論呢係喺任何嘅處境遭遇乜嘢嘅係困難或者係開心嘅時刻，我哋都仍然呢係有你自己嘅説話。更加重要呢係有你與我哋呢同行。我哋感謝你，因為呢深信只要呢有你嘅同在，我哋就能夠活出一個好豐富嘅生命，亦都可以呢去祝福整個嘅世界。就求主幫助，讓我哋呢好似頭先我哋每一個人嘅歌聲一樣，我哋集結喺一齊，就成為呢喺呢個世上好美好嘅詩歌，可以將快樂、將恩典、將愛帶俾整個世界。特別咧喺而家一個好混亂嘅處境當中，都讓我哋咧更多嘅去依靠你，同埋咧去跟隨你。願望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同埋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好，謝謝大家。好，咁我哋多謝會長帶我哋去祈禱同埋祝福我哋嚇。咁咧就接住落嚟咧，好快啦，大家可以返學校啦。咁咧我哋安排咗嘅有部分咧係第一輪，有部分咧係第二輪嚇。之前傾好㗎啦，我哋咧就呢幾間嘅學校咧都可以咧按住老師嘅帶領啦，聯絡咗旅遊車嘅校車嘅司機咧，就可以咧慢慢嚇。先係咧天水圍，跟住大埔、將軍澳、馬鞍山同埋沙田呢5間學校咧，就可以咧係帶齊自己嘅物品嚇，包括咧我哋為大家預備嘅飲品咧，就先咧係按指示去到咧係上車嚇。其他嗰
幾間呢6間呢整你稍後第二批嘅時間嚇。咁如果你可以就聯絡嘅司機啦，不過都等呢係首輪嗰5間學校呢先離開嚇。咁跟住呢就第二輪呢就按你哋嘅時間啦嚇，可唔可以改早少少？如果唔係呢，都會不遲於呢12點2個字呢，就係北角循道、北角衛理、丹拿山循道、藍田循道、亞斯理同埋咧係循道學校咧係行翻過去都得㗎啦，可能唔係都要搭車㗎嚇。咁呢6間呢就係後一部分嘅時間嚇。咁各位同學咧要等稍為忍耐咯喎。如果你未嗌嘅咧，老師未叫你咧坐喺個位裏邊先嚇。咁咧以免混亂，亦都咧出邊上落嘅時間咧都需要一啲嘅時間嘅嚇。咁各位嘅尤其第二輪嘅老師咧就按呢係首輪離開咗咧，先聯絡你嘅司機嚇。咁多謝大家，記得帶齊咧你嘅物品嚇。如果你見到有其他留喺度嘅咧，都可以幫手咧拎一拎走嚇。